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现在看中年油脂的问题油，这小数是公布上新一批有用到业者有360件，只有用到超过20%的加工品都要落价。这其中也包括学校营养午餐业者。那经过这教育部清查，全台湾是有165间的教育单位有受到影响。卫生局人员详细查验餐厅内底用的油，调查清楚下边状况，问题油风波搁摊开，影响范围为原本通报上大问题中部北部地区，搁拖到南部地区。高雄市府提来公布，以卡制造价卖顶78间地基站业者名单，已经都全面的开始在回收下架，因为要掌握它的出货的这个名单啊，然后能够赶快的能够做一些清查。高雄市府调查28间下边业者，包含真济间制造厂商，其中明德食品制造番茄油9种，会议事业是协助中部公司大港大寮制造，安项目业是制造宠物食品，目前总共回收3514.2公升。该下架就要下架，并且要求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第4个就是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总统罗清德切了强调，是按政策无妥协空间，少数要求问题油作为产品半成品，用油的原型出现，或者是使用占比20%以上问题油，要有风险回收，特别是采取更加强的措施。台北市政府，我们就是只要有任何使用到问题油品的加工制品，我们部分20%以上或以下，先全面预防下架；低于20%有相关的证明，那当然我们就让你上架。外界烦恼学生囡仔受影响，教育部清查结果，有社管区回报部分学校捌使用，包含台北市4间团线厂商用到广告配出的油品，包含幼儿园3间、国小8间、高中24间、高中职7间，新北市有3间团线业者也用到50校受影响，国小29间、高中9间、高中职12间，台中市总共67校，1间实验教育学校加1间实验教育机构，也佫有基隆市4间，总共165的教育单位。7月5号起，校园全面暂缓使用福茂、福寿、泰山、中联等品牌所有油品。教育部的公布清查，强调第一时间透过校园实在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登录资料，通知地方政府技术受影响学校名单，配合政策，用军同时有风险回收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360间有可能去用到问题油的业者，全部都爱先落价。小数嘛表示讲，若搁查到上当要罚价300万。另外要求业者对源头来看过，验收原料爱逐批拢爱检验。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以及低盐无苯偏比，引起国内食安风波。食药署初尾嘛公布上新问题产品流向，使用问题油品业者为257间增加到360间，业者爱伫初半暝12点前完成预防性落来。若是申报无实在，会依照食安法罚3万至300万。地方卫生局一定要依照调查的结果，中央予以尊重，但是调查结果有延迟通报，一律要开罚。食药署长强制公告亲身说明，要求地方卫生局逐工2届汇报查核进度、产品流向、回收状况等，互民众即时掌握政府处理进度。食药署原来伫官网建立专区，互民众查询。另外，食药署初早起甲4大国产的食用油脂精炼厂进行座谈。要求业者强化原料检验、精进制停管控，甲就是自主通报，包含提高黄豆原料验收、增加检验苯偏比的次数。业者在制程端以及各个节点的，我想我们会先加强后端的追踪以及它的抽验，也是要去加强持续的密切观察的，这是我们会做的。强制公告未来会逐只阵逐批检验，检讨制停关键检测点，各执行业者随医者会议共识，修正标准作业流程。另外，嘛要求业者主动提供替换费方式，也加官方服务管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采访报道。国内毒品的问题严重，根据公安局调查，毒品走私3大管道，回归准加国际报告。其中有1个毒品伊托米酯，伊的原料主要拢是对中国来的。这个问题是咱想要做情报交换，不过在中国却无想要配合。
一台塞拖车驾驶走入一台61线管制路段，警方赶紧甲抓落。你现在很紧张是不是？你一直在抖。面对关键询问，查某人一直喘，上惊的代志也是来啊。这是我们的快餐试剂，我现在把它放进去了。台北市淡水这个案件，64岁县长的驾驶经过喙烂快筛检测，又是食毒塞车。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本案经检询后，全案移送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食毒塞车冲击治安，尤其真侪案件，驾驶拢是使用有依托米子酸的丧尸烟弹电子烟。经过案件调查，这种新型毒品的原料依托米子酸，主要是为中国走私来台湾的。因为大陆对这些原料来讲，它说是用化学品来管制，它不是毒品管制，所以呢，他们那边取得非常容易。我们只要提列为第4级毒品的先驱原料，大陆那边呢就会马上改变它的化学式。情资往来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情资到大陆去之后，那目前大陆都没有积极的回应。国内新型毒品真济，主要靠海空货柜运入来，船只接驳走私，也甲国际包裹架送，这3道路线非法运入来。虽然国安局讲引进无人机等先进科技强化甲国内外机关的情资交换，毋过伫个面对像讲中国等，连调查局都讲对方无积极回应，共同缉毒面临挑战。共同打击犯罪，因为是各国政府的目标，每个区域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合作还是会有的，只是可能有时候它会有一些时效性的问题。情资真的非常重要，会有提前布局。比起毒品入境流入市面了后，爱用更侪人的查缉甲防治，学者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对内爱专业伫源头阻断切断供应，对外应该思考安怎增进跨境执法合作。记者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有关是好天烧热，气象署是对11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在西半部高温是35度，东半部是31度。咱来看温度。受到风台包围的影响，目前伫明仔载进前，各地拢也是好天。北部、南投、嘉义、过道可能会落西北风。拜三开始，这风台包围开始接近咱台湾，各地雨水就明显变较济。强烈风台包围愈加愈强，上近拜四，这气象署就发布海上警报。拜五、拜六风台上接近咱台湾，各地拢有大风雨，提醒民众爱提早准备。这几天的天气是真烧热，拜三进前拢是这款的天气。不过气象署提醒，要真少观察强烈风台包围的路线。目前风台离台湾有2700公里远。预估这个拜五、拜六会上挖进台湾，强度可能会小可减弱，不过暴风圈的范围也是较大。按算礼拜，风台才会渐渐离开。在8号之前，大致上是以稳定西进，受太平洋高压南侧的导引气流影响。不过9号之后，慢慢的会往比较偏北的方向去移动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靠近台湾的时候呢，整体的误差范围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偏东偏西其实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有限于这个台风的强度比较强，大小也比较大哦，所以说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影响到台湾，为台湾带来一些风雨。气象署表示，受到风台包围的影响，拜三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甲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大雨。气象署预计会伫拜四发布海上警报。若拜五、拜六包围上挖进台湾的时，台湾各地风雨可能拢会足大，尤其是北部甲外山区可能会落大水雨。10号、11号呢是受到台风最明显的一个时间点哦。我们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在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可能都要留意会有豪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所以要提醒在北部山区还有近山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这一波带来的雨势。另外还有风势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也若拜一至拜三，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也是真烧热。气象署表示，伫湘北地区、中南部外山区、甲华东冲谷，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过道、北部、南投甲山区，可能会落局部短暂雷公雨。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趁拜一至拜三的好天，检查排水的设备，甲空棒固定好势，甲防灾做好。记者顾有记者桂林台北报道。今日另外一个风台是扫去中国的江西南宁市的一个水库崩塌，大水是冲入去在地船庄，官方是发布上悬坎的大水警报，所救人员透明的救人。
风台梅沙车衫登陆海南，正做今年头一粒登陆中国的风台。虽然车六已经检做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春落来的云系甲西南风塔做伙，伫咧江西做大水。首府南宁市人纳水库未堪伫大雨安尼强全崩花去，大量的水拼出来，当局赶紧撤离居民。那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崩化了后，涂麦水一路强，庄头、田园、车路拢已经浸入水里。有买900万人口的南宁市，为了应付这场大水雨，官方甲防水灾应急响应提悬做上悬的第1级，大批武警甲救援人员侵入灾区。截至7月6号12时，官兵们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20人。目前现场汛情仍在持续监控中，救援官兵将坚守一线，随时应对后续突发险情。这波大水雨也送到江西其他地区。中国中央气象台统计，7月初3到初6，江西黔南区累计雨量超过800毫米。伫咧凤城港市，车路直接变做河，大批汽车淹了，也若贵港市也有建筑工地互大水灌入。已经检测是热带性低气压的梅沙，初六去到乌兰境内，预测大雨也会落到初八。当地当咧面对一波洪水灾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各县市扩大敬老卡点数使用范围，台北、新北、高雄增加到每一个月600点。新竹市是开放去农会甲药局买物件，台北甲新北每年开放去超商来使用。再是《中国时报》，外资的热钱继续抽提，造成台票有变薄的压力。目前台票已经达到32块换1美金，是3个月以来上介价。最后是《自由时报》，中央海运董事长张国华涉嫌伫咧重大信息公开进前，到后量买家己股票买超过9万张，赚超过20亿，检方约谈1亿2000万交付。因为讲到国内，咱目前有一条这金钟蛇妖法，不过根据这官方统计，对去警察局报案了后开始算，平均就要等12天才会寄这书面的警告。若是要申请这保护令，上无就要等30天。有立委是提案修法，增加紧急保护令的制度，4点钟内就会当摕到。起用了的这个查甫人涉嫌举刀啊攻击啦啦队的队员，目前也是放弃啊。啊，不过这个未将攻击艺人的代志，和大家在咧讨论金钟烧鸟防治法敢要修法无？有立委就提案，会当比较家庭暴力紧急保护令的制度，经过检警提出申请，判伊认定有急迫性的危险，就要伫4点钟内紧急核发。受到骚扰要达到保护令的时候，加上我们的书面告诫，要长达45天的时间才能拿到，时间是不是过久？我们必须要先通知被害人，通知加害人来提出对那个被害人他的申请书来提出意见。那我们当然就是需要一个通知，还有等待他回应的这一段时间。金钟烧鸟防治法起稿已经5冬外，根据官方的统计，全国警政单位受理报案了后，平均都要开11.9天才核发书面的警告。也若一般保护令的申请拖搁较久，平均要超过30天以上。虽网讲内政部回应，有9成以上的金钟烧鸟法的案件，伫咧互因书面的警告了后，就无搁做啊。啊，毋过相关的保护机制，矫饰防治机有真济不足，嘛有立委提案，甲金钟烧鸟法性甲性别这项构成要件抬掉。符合社会通念的案件，可是，在司法的见解上差异极大哈。现在在第一线的困难就是性或性别相关到底怎么认定，标准不清楚。我们大概7月份左右就这个指引，这个整个的整理资料就会构成要件的指引就会出来。有立委就认为，有真济金钟烧鸟法的案件已经有认定标准无同款的问题，都惊有被害人无互保护到。建议甲性甲性别台独，啊，毋过内政部是反对的立场，表示要件若是台独为校园霸凌、工课场的排斥、厝边纠纷等等各种人际冲突，全部会加做伙，可能会影响到第一线的事务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即届8月峰会要办伫咧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这美国总统川普也未去参加。不过，同这时阵，这乌克兰首都几乎是搁再遭受到俄西亚空袭，造成上无20个人死亡。无人机的声音真大声，带来真大爆炸声，团将远。为了保护乌克兰侵入陆国境内对燃油抢这的重要设施攻击，
7月开始，陆军锁定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连续的攻击，造成大规模伤亡。伫7日透早，上新一波弹道飞弹甲无人机攻击，罗西亚又搁互基辅真侪所在充满死亡的阴影。 Зібралися спати, а потім тривогу з'явили. Я взяла дитину і кажу, пішли в укриття. Вона каже, я не піду. А я її просто,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змусила. І воно просто так стало гепати, що там в укритті просто стало сипати на голову. А потім нам сказали, що наш будинок прилетів, у нас не буде де жити. А це прийшло дивитися. 这阵啊，陆军伫攻击乌克兰时阵，开始使用升级的喷射动力无人机，因时速会达到500公里，差不多是普罗佩拉无人机的3倍，而且还会当载50至90公斤重的飞弹。基辅的机动火力小组根本无法度应对，敢来当用地对空飞弹还是战斗机来甲拍落来。也因为安尼，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搁再向美国甲欧洲盟友寻求爱国者飞弹的支援。这届攻击的时间段是伫美国独立日庆典了后，北约安卡拉峰会进前，国家伫要出席安卡拉北约峰会的川普，此时早拄甲俄国总统普廷讲90分钟的电话。根据克里姆林宫幕僚厄夏科夫伊讲，川普主动向普廷提出要协助找到俄乌战争解决的方法，佮要派遣特使魏科夫甲警察库许纳去莫斯科。这届北约峰会，川普原来会甲乌克兰以及叙利亚领导人会面，不过伊切华府原来会对欧洲盟邦施加压力，要求爱提高国防支出。为了防火维安，安卡拉当局唔拿封路，佮封锁城市大部分地区，禁止示威。不过，安尼做煞引起土耳其反对派不满，且个共和党集合大阵人士行上街头，有部分较激进的示威者，所甲警方发生冲突。这个过程原来传出有上百人去互当局逮捕。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当地检所这2派乌道因为毒品的问题发生暴动，这官方是出动敌方部队去清场，造成上无26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真侪台救护车伫港港门口来来去去，暴动当中受伤的受刑人也陆续互人送去病院，也若其他的受刑人也转到别个港港。受刑人的家属企伫门口，希望死去的毋是家己的亲人。බොඩි ස්කෑනර් එක මිලියන ගාණක් වටින බොඩි ස්කෑනර් එක සම්පූර්ණයෙන්ම කුඩු කරනවා. එතකොට ඒ කාර්යාලවල තිබුණු CCTV කැමරා සියලුම පද්ධති විනාශ කරලා තිබෙනවා. ඒ කියන්නේ අත් වශයෙන්ම මේගොල්ලන්ට උවමනාව තියෙන්නේ මේ ප්‍රශ්න එක දුවන එක අදාළ කරන අවුල් කරන. 这站发生伫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北边35公里年间部加角的暴动，就亲像是电影《加角风云》现实版本。因为2派乌道的人马伫加角内底卖毒品的立场无相同，所以伫车沟发生第一波冲突。迄当阵就已经有2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双方车六搁再发生第2波冲突，部分受刑人甚至想要趁机会走去。落尾伫警方这种镇暴部队，也搁有军方介入了后，才控制局势。也毋过已经造成7个加角警察。也有19个受刑人死亡，另外有100多人受伤，真侪人拢是互开枪弹着，抬着伤，也是严重乌青。ඉතින් ඇති කරගත්ත තත්ත්වයක් තමයි දැන් මේ පුපුරා ගිහිල්ලා තියෙන්නේ. හැබැයි අන්තිමට ඒ රැඳවියන් ඝාතනය වුණාට පස්සේ ඒ රැඳවියන් මේ විදිහට කුඩු වලට සම්බන්ධයි අපරාධ වලට සම්බන්ධයි කියලා විවිධ කතා කියලා ඒව සාධාරණීකරණය කරන්න හදන පසුබිමක් තමයි බන්ධනාගාර තුල තියෙන්නේ. 斯里兰卡司法部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专门调查加角感受管理疏失。武器啥那真简单，就互犯人摕着，也有暴动迄当阵开枪压制的听书。当时甲参与暴动的2派人马分开到其他的加角，防止后手报复行动。这件事件搁再凸显帮派势力甲加角管理站斗空，也有加角长期超收犯人的问题。官方资料显示，全国加角总设计量敢若会当收1万人，也毋过目前实际管的是超过4万个。当年拢客做伙，也有管理的压力，互人认为是暴力事件常常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来关心为了8年的大地震，官方目前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到3342个人，有超过16000人受伤。目前因为这黄金的救援时间已经过去啊，国际救援队也开始离开，其中这重灾区拉圭拉这不幸死亡遗体，可能会代做一回。看过去，山坪插满目睭就的白色刺激机。
委内瑞拉进行逐步相顶，强烈地动死亡人数一直清悬。伫重灾区拉圭拉，大型怪兽咧赶工乌蒙阿波。因为罹难者人数暴增，真济危体换甲真严重，加上甘乃考身躯赤道3人死，当地也用万人桶来集体安葬。法医护工入殓工作恐怕要用3个月。Aproximado es de la capacidad de más de 2000 cuerpos que pueden ser sepultados en este lugar。国际救援队即马豆豆咧撤离，在民人心中除了悲痛，搁较侪是对政府救援迟缓的怒火。伫通膨严重，委内瑞拉百姓也失去家园，恐吓无法度翻身，不少人冒建筑物倒去的危险，冲去回流抢救财物。Se arriesga la vida porque estamos en un país políticamente quebrado, porque tenemos un sueldo mínimo de $5 y una nevera te cuesta $380 la más pequeña。天空是委内瑞拉215周年独立纪念日，以前这一天全国拢会举行阅兵甲庆祝活动，不过今年毋是节庆，是真在大难上听。经过真侪年政治动乱、经济困境甲民生危机，即马阁拄着8年强烈地动的重创，或者饱受考验的国家阁陷入艰难的时刻。面对拜山岛海民患，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伫当地日活动强烈反驳社会动乱的讲法，讲全国展现团结。当场下令新毕业军官全面投入灾区，想要平息众怒。不过灾民仍然加远的慢慢登陆，才要开始。公司新闻是派选朋友。国际上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英国上先进航空母舰威尔斯亲王号最近伫咧北极圈演练，与罗西亚军机一再接近。英国是出动2架 F-35提高戒备。印尼、新加坡雅加达会谈，双方是同意，就算讲伊朗要伫咧荷姆斯受过路费，也会保证因伫咧东南亚就鱼澳岛马六甲往来无受到影响。民主公告伊普拉贝岛白了超过1500例，尚无造成500人死亡。当地医疗资源欠，有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的呛声讲要发动罢工，抗议讲连薪水都领袂到。搁再来看中国甲罗西亚海上联合演习，中国勇士搁调降公布基地训练的画面，背景出现类似咱台湾总统府的建筑，也搁再公布讲，因有试射一粒尖射弹道飞弹。日本、澳洲甲纽西兰是批评中国，搁再破坏区域的和平。另外，这上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宣布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左右就要去访问美国。罗西亚舰艇到中国青岛军港集合，中路海上联合演习7日举行。国安局长蔡明安讲，中路联演主要目的是伫展现地缘政治的战略合作，已经事先向罗总统预报，也甲国际友志保持情报交流。中共的国防部是在7月5号对外做发布，但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国安例行的会议，大概都有掌握相关的趋势，也都有跟总统预报。同一天，中国公布强军一台海军核潜舰向太平洋公海发射一粒搭载训练模拟弹的尖射弹道飞弹，讲是年度例行演训，有通报相关国家。不过，事先接到通知的日本、澳洲、纽西兰这国家也是批评中国行为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中国の軍事活動が活発化していることへの深刻な懸念を伝達したところです。Australia has been clear with China that we regard this as destabilizing to the region. It is in the context of a rapid military build-up by China, which is lacking in the transparency and reassurance as to intent that the region expects. 这是中国第一届向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顶一届是2024年试射6支机动型洲际飞弹。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是讲，中国这阵啊，沿第一岛链部署超过110台军舰，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每年大概7月到9月，本来就是共军，特别是在战区层级例行军事演训的一个热季。事实上，现在在西太平洋大概就有4个中共的海军的一个编队在进行活动。中共在海上船舰的动员，确实是有升高的趋势。中国官员勇士嘛，搁再释出强军伫内蒙古驻日加基地训练的画面，背景好亲像出现仿造咱国总统府的建筑。蔡明安强调，有注意到强军基地设伫台湾都市建筑物，也甲外国军舰的模型进行导弹试射。国安局拢有掌握相关的情形，嘛趁机会了解相关导弹伊的击中率甲击毁率。记者采访报道。
国军3军8校这毕业生要去到部队进前，拢要接受5天的反共爱国教育。2002年改号做是爱国教育，即马搁要甲改回来。这国防部表示讲，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威胁，这风险变悬啊，咱国军敌我的意识就爱搁加强。3军8学院昨日举行联合毕业典礼。第一毕业生去各部队任职进前，嘛接受5天的反共爱国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课程已经办超过60年啊。第2002年改名改做爱国教育，即嘛让24年了后，搁一改恢复做反共爱国教育。考量中共对我军事威胁日益升高，不断加大对台统战渗透及灰色地带等敌对行为，军校毕业生是国军基层部队中间干部，有必要了解国家安全的威胁。国防部讲，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强化国军基层的敌我意识，认清特定的威胁。不过，因为今年头一届邀请政府官员，包括立委会主委邱水正、国安会主委黄仲元来上课，和国民党立委质疑讲反共爱国教育加一个政治味。从过去的学者专家为主提供客观中性的内容，转向变成政治色彩鲜明，并且具有强烈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的话，那恐怕会影响整个课程的公信力。从知共到反共，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教育的，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教条式的宣示，它是要很清楚的让我们的国军弟兄们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民进党立委认为讲，面对国防教育的议题，无应该过度简化，或者是大政治的飘头。在愈来愈侪官兵牵连强谍案的情形之下，应该注重反政府的教育。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共对台湾的宣传统战或者是渗透，已经很多人丧失了这种敌情观念或者是忧患意识。这些基层军官他们的想法或者意志就非常重要。学者分析，甲反共这2字加上来，更加会当加强官兵的意识甲特种的观念，更加了解为着什么来战斗，为啥人来战斗，嘛会当互民众对中国的威胁甲统战的渗透更加有警觉性。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媒体人亚伊达阿基奥昨去台中演讲离开时所扣人攻击，这警方伫咧4点钟内伫咧台中国际机场抓到人，是一个有这香港护照33岁细粒的查甫人。这目前这嫌犯的动机也阁爱继续来调查，无排除是因为这亚伊达阿基奥过去的言论才会引起这件代志。伊本人也声明讲谴责暴力，也要求警方爱彻底调查。2006年，南国亚军头一届甲雌鹰列做正式项目，已经摕到这参赛资格的屏东囡仔尤嘉琪，却因为运动部的一句这无达到标准，无法度出去，决定伫这个项目，咱查甫选手咱是袂派人参加。选手大力帮啊顶冠对着海景的起起落落，做出各种精彩的动作。来自咱台湾的屏东囡仔尤嘉琪，去年甲另外一位选手詹朴久参加亚锦赛，顺利摕到2026南国亚亚军的参赛资格。今年初也摕到国内亚军冲劲选手的培训资格。不过落尾运动部公布名单，说无要派因2人去日本比赛，和尤嘉琪的阿母真不满，因为伊知影囡仔为比赛付出偌济心力。这个门票是国际厨师认可你们台湾有实力，为什么？我们的2位选手不能去参加，尤嘉琪、张国宇，他们是现在目前遴选台湾最强的2位选手，也最有希望夺牌的选手。日本都已经认证，为什么台湾不认证？我们台湾的水准没有跟国际这边去接轨，所以在国际认可的时候，台湾自己却挡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冲泳伫台湾毋是主流运动，这回嘛是头届列入亚军的正式项目。台湾摕到参赛资格，运动部说其成绩不达个标准，无要派人去，或真侪人拢想袂通。甚至有日本选手嘛大文出来挑战声。针对外界质疑，中华民国冲泳运动协会也大文表示，因为冲泳是新项目，所以提早办培训资格选拔。不过亚军的代表资格拢有相关规定，伫咧绑定标准了后，2位查甫选手也是无达到亚锦赛16名内，因此无法度代表参赛。因为你选手在2次的资格赛最好的选手是第7名跟第13名，那男选手的部分，最好的成绩都在16名以外，让能够进到前8的女子选手也列入在这一次亚运的代表队里面。原底也抱着希望的家属落尾也是一场空，家属希望国家会当重新检讨制度，莫阁互选手的辛苦训练拢正做白了工。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超用屏东场报道。
地方的消息来看，英国火车头7月初5发生有婴仔车对柜台载落去意外，坐伫顶头2岁囡仔吊伤送医。这警方初步调查，可能是爸母咧抬杠无注意才造成的。那依照这铁路法，相当是当罚价100万。监视器画面翕到这对爸母当伫开讲，边仔的红影车煞为月台处落，抓落落铁轨路的。爸母发现的时阵已经白付啊，内底囡仔连人挂车全咧摔落，面有吊伤。在站务人员的协助之下，给救起来，送病院治疗。重回事发现场，这里是月台比较狭窄的部分，台铁标示了不要靠近逗留，没有料到意外还是就此发生。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咧英国火车头，月台顶悬有电梯，所以有的咧过路的所在较下，边仔有搭温色的警示。不过实际问其他杀红影车的家长，有人认为路虽然无出处，不过嘛不是讲真平。应该是有点路不平嘛，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刹车一定要踩。对，因为你如果刹车没踩，其实很容易就会滑出去了。台铁其实各站好像就是遇到这种有电梯的地方，好像多多少少都是比较小的。对，所以我们经过这个都是一定要用力小心。本文仅依规定进行儿少通报，请按调查后依铁路法第68条之1第1项第1款，函以铁道局裁处。铁路警察初步调查是爸母4甲擦，无甲红影车救护条，才会致使红影车处落。加在迄当阵无火车经过，经济部漂检局呼吁，若使用刹车，伫无共情境之下，拢要注意。例如，就是在停车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地面是否有倾斜的状况，应该要将那个车轮的刹车的装置固定，以避免那个车体移动造成翻覆的一个情形。交通部铁道局表示，初步调查，那像是因为刹车的档啊无搭落造成的。不过，车头无障碍甲亲子友善环境的建立，要有更较严格的防护机制，才会当确保坐轮椅的人甲细汉囡仔因单车的时阵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有准公托幼儿园去家长指控讲，这教保员不当对待。基隆市府第一阶段行政调查，公布相关单位名称甲教保员的名姓。这市长谢国良嘛表示讲，上紧明仔载就宣布废止幼儿园的设立许可。那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将犯罪者绳之以法，然后让他入监服刑。那至于我们的行政裁罚，最快明天、后天等就可以宣布废照。那应该跟这些家长还有这些幼童道歉，不管他严不严重，他在学校被老师发火是事实。对，然后他昨天也跟我说。老师会教他打自己。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强调讲，市府会继续调查，确定这幼儿园停业加废止处分，也协助有想要转学的家庭完成安置，期待司法会当行运一个公道。搁再来看高雄前镇镇东一家旧公寓1楼的新搬来，就共占用这外口的公用地大铁厝。结果2楼去检举，这公务局是人员讲违建爱拆，双方怎啊起冲突？这1楼煞就去破坏这厝边的机车，佮甲物件弄破，警方是依上发办。我哪里？穿乌衫的人歹穿穿哪妹哪甲人的花骹，多摆拢沿路倒，受害老小姐未堪去忍，随报案。这是高雄前镇镇东一家巷仔路，因为新搬来1楼住户要甲头前的永久地摕来做私人用，爱厝头家来搭铁厝。住2楼的老小姐无同意，去甲市府检举，市府认定违建袂使施工，想要到1楼住户的朋友，所以用这款的方式来提议出开，也和警方依法上班。他那个时候当时在施工。然后那个检举大队来说，你这个是违建，不可以施工，有人检举你。然后他们听了就星期5，他说好就不可以违建了嘛，他们自行拆除。自行拆除之后，就导致这些事情发生。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妨碍自由、恐吓及毁损等罪行，依法移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现场实际甲看，镇东一家这条巷仔路，住1楼的人强要逐户拢有搭铁厝来使用。对此，公务局表示，只要铁厝捅出来深度超过120公斤，拢是违建。当时厝主讲，是因为厝骹环境日头伤炎，才想讲要搭铁厝来炸热。即摆代志变安尼，看市府安怎讲，伊就安怎配合。楼下当然很热，当然会受不了，他会跟我说太热了，所以说我屋主处理，我一定要帮他处理一点事情，结果他也不让我处理啊，那我就收起来了，不处理啦。尚未依规定拆除，将依法进行强拆。另外提醒民众，
在101年4月2号后新建之违建皆为优先拆除对象。干部局表示，原地要增建的铁柱已经认定违建，要求停工拆掉，切会去复验。若是无拆，就会强制拆除。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那讲到大肠癌是国人10大癌症死因的前3名。那配合即马上新的大肠镜 AI 辅助检查，若是放出来有血阳性的高风险的族群，得癌症前病变腺瘤检查机会就当提升。100人当中会当发现有大约有8人有癌症病变的情形。癌症连续44年是国内10大死因的头名，其中大肠癌长期排伫咧10大癌症死因前几名。不过大肠癌若是会当量早发现，切除癌症腺瘤，都有机会降低得癌的风险。针对使有癌血验到阳性的大肠癌高风险族群，台大病院主导下病院研究，利用 AI 即时辅助大肠镜检查，拜公布研究成果，证实 AI 会当找到更较侪腺瘤。那总共是有1300个受试者。那接受这样的检查，那这样的检查里面呢，就是除了我们现有的一个内视镜的检查之外呢，还有用 AI 的一个辅助哈，就是 AI 再去加强识别，那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些癌前病变。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5%哈。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哈，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这个下病院的研究是甲研究分做 AI 辅助大肠镜，甲一般大肠镜两组做比较。病院发现 AI 当替医生找到更较侪癌症腺瘤，腺瘤的侦测率为57.4%提悬到65.3%，所以有 AI 到3工就能降低新医生检验的时漏高期的几率。有一些年轻的医师借用这样子的 AI， 它可以快速的提高他们的能力，来达到跟年长的医师、资深的医师的能力是相近的。台大病院表示，研究成果已经刊伫国际重要的医学期刊，代表研究是经过国际审查，得到国际医界的肯定。不过，这项 AI 辅助大肠镜未来要安怎实际用伫备患，甚至列入相关的政策部分，又要等卫福部进一步评估决定。记者郭金勇、王志光台北报道。日后联名的调查偏向囡仔经济弱势，父母无用做工课，这手机线变做是囡仔电子义务。有民团都呼吁政府讲爱修法，加强网络平台管理，配合数位教育，还有家庭的陪伴。学生开始咧许有偏乡的囡仔分享，因为父母拢咧做工课，无时间管教，嘛不限制伊使用手机的时间。因为他们比较是在工作，然后没时间帮我们玩手机的时间。为了了解社乡囡仔生活甲网络使用情形，日后联编拜一发布2016年台湾社乡儿童生活福祉调查。调查显示，偏乡的囡仔有3/4用社群的比例拢超过85%。若咧看抖音、小红书的比例是都市囡仔的2倍。偏乡的囡仔较无咧去安亲班参加营队，手机就变做囡仔休假期间的电子零武。偏乡的学生囡仔拄到所谓风险，譬如讲雇主老师、朋友接触等等，嘛偏都市的囡仔价较悬。偏乡地区孩子每周使用网络的时间是20.8小时哦。那几乎是碾压了我们都会地区的孩子哦，不用社群就会觉得很烦躁，觉得很焦虑不安的这个比例，你可以看到偏乡的孩子2成，也赢过我们都会地区的1/6哦。调查嘛显示，都市囡仔较会拄到经济限制，一成3捌互人要求去买游戏点数。偏乡囡仔是有温书的危机，3成啦捌伫网络公开个人的资料。民团指出，若欠缺家长的陪伴甲引导，囡仔较易踏入网友式的所谓限制，甚至有囡仔为着趁收费，温书受到侵害。手部模特啊，脚部模特穿鞋子就比较有兴趣。那后来他经过联系之后。然后对方就可能跟他要求说要穿更清凉一点。民团呼吁政府应该推动修法，增加儿童传播权益甲温书保护专章，要求网络平台落实儿童风险评估甲保护措施，学校嘛要配合所谓教育，若家庭爱加陪伴，才会当降低偏乡囡仔的所谓风险。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台中大溪9号步道，每一个这时阵应该拢是会当看到落甲久的，不过今年线拢看无，现场剩一张告示，讲已经放掠了啊。就强调讲，若是有发现乌白掠，藏唔听，上当是会当罚甲6000块。白鸡乡树顶悬只村狗遐，原本应该爱出现的落甲龟，煞是一只拢无。现场也有民众大告示，只只的落甲龟是互人掠走的。
这本来就属于大自然的东西，你干嘛要把它刷下去？毕竟那个是自然的东西啊。那人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影响它的生态。以前这时阵，民众来到台中大溪沟好报道，我有发现树啊爬弯落甲久，有的咧数树尖引起其他虫团共识，有的找到某个咧交配，有那正做独特景观，也或者正做虫团生态链的活教材。长期观察台中大溪生态系主任老师表示，落甲久是完全变态的虫团，生命间的1到2个月，若人去抓因，会影响当地虫团生态。独角仙的幼虫就是我们俗称的鸡母虫，那它在土里下要长1年多，它才能够变成成虫。那它变成成虫的任务就是交配，然后产卵。那如果成虫被抓走，那相对的今年能够生蛋的独角仙就少了。主任老师表示，每年5到7月是落甲久成虫出现的时期，若数量不够，或者是无法度交配，对影响所来去的生团数量。师傅表示，若去抓无听口劝，就会开发。如后续能劝导无效，将协同建设局以台中市公园绿地园道及行道树管理自治条例处罚款新台币1200到6000元罚款。师傅表示，落甲久毋是保育类虫团无全国性的刑罚或者是罚钱，不过因为是伫公园用地范围内，应照自治条例相关规定来裁罚以外，也加强巡检减少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转运站，最近有一只猫仔叫做两塔。1年前，因为伫咧车头偷食物件，互人发现，这员工决定要做伙甲饲，不想到讲，这两塔真乖，佫会倒伫咧柜台顶上班，请真侪游客来翕相。但即马已经变做是转运站的大名星。为什么人上班毋免做工课，只要倒伫咧柜台，结果顾水就好？来去的旅客看到伊，佫会挖过来甲伊翕相。车站的员工佫是甲伊当作宝，一个上班就先走来个抱抱咧。现场看到学长超级可爱，超级可爱，而且亲人都不会怕生，整个晚上都没有看到我们，所以他就会看我们会特别的热情。对，现早上班的时候。其实这只感觉是个猫仔，一当前搁咧流浪，因为头家站内卖鱼仔去互发现，因为佫是幼鸟，站内员工烦恼伊活袂落去，所以就甲伊收养，号名号做两塔，互伊住伫车站，想不到变成车站的名星。我们没有给他太大的压力在跟着我们的工作，然后他可以抚慰到旅客，然后也可以抚慰到我们所有同仁的工作的情绪，那让我们的工作的氛围也特别好。转运站强调，因为考虑动物的情绪甲压力，所以袂互两塔一直踮伫个柜台。毋过为着要服务关心两塔的旅客，所以成立卖种专业，互两塔值班的消息会当伫社群平台公布。毋过请旅客甲猫仔互动的时，千万毋通黑白饲食物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1996年台海飞弹开机，台湾人唔惊中国威胁，大家拢去投票，选出咱台湾头一个民选的总统李登辉。为了要纪念这总统民选30年，李登辉基金会办金乐会，希望会当让少年朋友会当理解咱台湾民主的珍贵。大家啊，拜托啦，台湾啊，要交互恁咯。李登辉是1996年台湾民选的头一个总统，在台海飞弹危机当中，台湾和平转向直接民主。李登辉去互外国媒体叫做民主先生。今年台湾总统民选满30年，在李登辉过身以后，但年李登辉基金会拢会办音乐会。今年特别邀请捌伫国际桥摆设演过李登辉的艺人杨烈做领衔歌手。这条《前锋之歌》是前总统李登辉在生的时真介意的一首歌。伊的查某囝李安妮讲，李登辉就是希望会当永远甲大家斗阵。音乐会领衔歌手杨烈嘛分享讲，过去在演李登辉的时，上重要的精神就是爱甲民主放在心肝底。这回音乐会嘛甲关心台湾人的心，用歌声来表达。伊到即马，我咧想，伊也有迄种心情咧关心全台湾的人，迄款的心情对我家己的声音内面甲透露出来。今年音乐会合作1996四曲，
总共选15条会当代表台湾的经典乐曲，包括黄昏的故乡、母亲的名叫台湾等等。基金会表示，毋但是要互民众会记得这30年来台湾的民主化有偌无简单，嘛希望在未来台湾人会当对悲伤走向幸福快乐。咧讲台湾历史的时，咱拢伫足悲哀吼，互殖民嘛吼，啊互撇下啦吼等等。但是家己做主人了后，咱爱家己创造咱家己的幸福。音乐会拍算8月23办伫国家音乐厅，李安妮希望会当互少年朋友理解民主的珍贵，嘛要邀请民众集做感受自由的动量，然后继续写咱未来的乐章。记者卢尚如、曾准由台北报道。世界杯美国地主加持带动国内小卡球，不过有专家指出讲，这世界杯只是庆短期的，若想要做这美国的4大运动，也阁需要培养球迷，甲市场继续竞互大。大阵美国球迷伫加州洛杉矶机场外热烈庆祝。本届由美乐家联合举办的世足赛，美国是其中一个主办国，气势正强，表现正好，也引起美国本土民众对卡球关心甲热情，互不少美国民众开始重视美国卡球运动的发展。And the thing is, we have good players now. We didn't even know we had good players. We didn't even make it last time, and the time before we were just so grateful to win. Again, I mean, it's just been we have really come a long way. 美国蒙大拿州来前卡球员艾丽西亚，伊家己打扮做新的女超人，红赛嘛扮做卡球教练，就会为美国队加油。看到美国民众开始愿意去了解卡球比赛的细节，慢慢开始接纳这项运动，伊感觉真欢喜。It's just so fun to see Americans get soccer, love soccer. They're cheering for not just goals and exciting. They're cheering for the right things, the right moves, the right touches. 对于真侪美国体育迷来讲，虽然美国有职业卡球联盟 MLS， 不过也是无法度拍入主流市场。本届世足赛带来强烈影响。世界各地来的球迷甲体育场客满，电视收视率抢悬，也阁有美国支持者客满运动酒吧，拢在提醒美国民众一件代志：卡球是全球上有影响的运动。美国也拍拼第一其他国家规模，真侪传统卡球大国所有的文化传统，目前美国甚至当地不艺名。Yet we don't have any of that, and they're doing this on our own soil. And us as competitors at heart.We want the same thing. We want to be good at this as well. So， 因为美国传统4大体育市场，美国卡球、美国真拿职棒大联盟、冰球联赛地位真歹改变。部分专家认为，在本届世足落幕了后，卡球运动在美国恐惊阁掂落来。Ultimately, it's a challenge because.It's like where do you go? What do you watch after this? Do you become an MLS fan? I think it'll boost MLS a little bit.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get me to start watching MLS games. 虽然体育专家态度保守，不过美国民众对美国队在本届世足的表现，拢予因大力支持。佮因为美国少年世代对卡球运动真介意，佮有国际球星光彩加持，已经明显提升。卡球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力，大家无法度佮互人无重视，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极端高温影响，这南澳的火烧山，法国西南部野火已经烧1500公顷啊，也影响到宽发自行车赛。另外，这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甲希腊等地区这野火也继续咧烧，已经烧掉超过19000公顷，各国也拢无用咧拍火。法国西南部火烧山食力，1500公顷的土地拢烧了了，面积差不多是58个大安森林公园。受到6月份历史性烧影甲极端高温的影响，加上天气干燥，南欧各国野火的时期比往年更较早开始。法国从初二开始就小连续发生火烧山，至少10500个人，高不离种都要离开家园，而且已经威胁到初六举行的西法国自行车比赛第3站。选手经过终点站比利乌斯山区的市镇的时阵，因为离火灾的地点敢若差不多60公里，法国官方真罕见宣布禁止民众伫咧赛道沿线甲终点看比赛。Si près des habitations, on n'avait jamais vu. Moi, j'ai vécu un feu de 2000 hectares aussi il y a une 25-30 ans, mais pas de cette ampleur et pas aussi. 空中拍火机队向地面喷造燃剂，拍拼控制葡萄牙北部的火势。这场野火为初一开始已经炭烧几啊天，差不多13000公顷的森林甲树林拢烧了了。葡萄牙继续出动1000外的消防员，380架消防车甲8架拍火的飞轮机投入救灾。当局讲，目前80%的野火拢已经受到控制。
西班牙东北部2200公顷的土地，因为森林大火2天来全乌有去。消防人员讲，火场内底有真侪所在拢咧翕烧，甲火烧产生的有毒气体，这污染互因拍火工课是更较复杂，也有部分的居民坚持唔疏开。On a décidé de rester parce que mon compagnon a su vraiment m'expliquer qu'il n'y avait pas de danger tant qu'on était ensemble et tant qu'on pouvait garder la maison. Parce que comme cette maison, c'est vraiment quelque chose qu'on a vraiment désiré et qu'on ne veut pas perdre. 渔猎嘛，因为火烧山有毒的气体洋洋飞，车是因为透风，几啊大的森林大火是炭了真凶。伫北部城市的2间工厂嘛，因为安尼烧起。当局除了甲附近的居民疏开，嘛提醒大家爱甲窗仔门关好密。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下晡补天气写看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